市长王伟霆表示，虽然7月份台南拄好遇到风灾的复原期，真侪农产受到影响，不过伫个副市长叶铁山的带队到韩国参加食品展，创下了真好的成绩。市长表示，尽管韩国的人口只有日本的大约一半，但观光客佮咧消费的潜力并无输日本。那今天呢，在韩国食品展中，很多韩国的民众对于台南的农特产品，还有包括生鲜的果品，表现了高度兴趣，并且表示说，他们以前真的不知道台南有这么多丰厚的农特产品，所以呢，未来的韩国市场是极具潜力的，可以开拓了。我们都知道，过去台南的凤梨啦、芒果啦，或者其他的加工品，主要的销售都是在日本。因为日本的1亿多人口而且有很多观光人口，是很多大家可以期待。但是以购买实质的成果来讲，韩国并不亚于日本但是韩国的人口只有日本的1半不到。所以说我们觉得是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希望。那虽然今年的因为天灾或因为气候的关系，我们的芒果、我们的这个柚子、文旦的产量不及以往。但是我们先把通路打开，未来等到我们的盛产期来到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内销外销，看哪一个市场的价格高，我们就卖到哪里去。市府1号中昼举办韩国食品展促销的成果发表会，有着市长王伟霆佮咧参展的厂商，包括黄金荞麦、绿源牧场、自然屋佮咧鲜钻等厂商，同齐分享韩国的促销成果。跟往年比较起来，大约成长3至5成。其实这是韩国食品展，因为我们就是等于是很特地组团去，那其实成绩还不错。尤其韩国以前跟我们台湾的往来，在水果上其实是比较少的。那经过这一年这样大力推广之后啊，我发觉在鲜果，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芒果、凤梨。那接下来他们蜜枣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台南在这一次的水果的推广里面非常大的努力，也非常大的有机会。那我相信未来应该会有更好的成绩。我们在韩国的市场已经经营蛮久了那市府这次大力推荐出去之后，我觉得我们最少会成长3成到5成之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市府带着我们这样子冲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那业绩成长，那我觉得农民也会更快乐。台南市伫今年的韩国食品展，除了出现将近2亿的商机，另外嘛，甲所有的农水产食品贸易进出口协会以及韩国上大的批发据点可乐市场来签署出口的合作 MOU。未来韩国将大规模来采购台南的山药、蜜枣、往来甲奶奶子等优质的农水产品。订单总额达到1亿的新台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